父系做牛驸马嘅，偏爱禁止才贵为驸马。你父公三枪何意？还没按你国家救起来嘅呀？海胆国外，观众公路怕风假期。咱讲你是见见啊，天爱将你来教训你。你看吧。爱打，只有你也唔敢。你那死青你再打。哎呀！霎时一尘，身不清。怒打金鸡，命难存。今日本教压下大火，不免向父亲大人讲分明，疼爱你讲，向神送枪吹了。
对错菜好强内。女臣快快将茶起。你慢慢讲来呀。父王母后，动情驸马各爱己。驸马，各爱己，咁将我意用办呢？其实就带罪回转强内。爱想，驸马走前以来，就忙实堂过几位饮酒啊，跟用办讲失酒良事嘞。哎呀，驸马还唔会饮酒该，父王母嘿，驸马原来唔会饮酒，自从酒起以来，王爷强调有酒，结今日失酒，天公日也饮酒，也失到领到嘛。用办，办，伊就太灵起来嘞。嚯，佢按样讲，驸马原本唔爱失酒，自从走前了后，因为我已强中有酒，佢今天失酒，明天失酒，佢失到后来么？就太灵起来了。张氏，我问你，驸马去啉酒也唔去啉酒，佢敢将我意用办？父王母后啊！金冠黑家父啊，苏丹天呀，宋家兄弟son，父女son父女，天啊孙孙啊，有生对呀。面对驸马共郎儿共郎儿，众家兄弟都是拜寿了，太子家都是神son神对，给你用办得驸马给一生人啊！我以你去哪位咯？嘿呀，我以你去哪位了？王爷爱，你猜哪位？王爷爱猜强内四种政策，用的国爱突刺写起来。
想必我儿随后也去拜寿咯。王爷爱，我儿可曾前去拜书，爱怎莫去？哈？你冇去呀？哎呀，原来你将一江前来歌唱家呀！挑起是非来了。哼，你公公根本是受神之气，你唔前去拜书，三一江挑起是非来了，真见啊，是改大。志同，万岁！恩呐，继续视察，唔是插旗。哎呀，父王啊！尊上父王莫疏稀，唐你爸爸公义的，盘古开天道义的，哪有为公拜神礼，拜神礼？父王，以何以心中思想，俺是君，既是神，君老什么？就拜不得数。凤仪，你此话就讲差了。乱世国法，莫要讲戏。这乱世家法，人家是你公公啊！你做人家的心求，你该在拜书啊哈！用办公拜唔得嘞，拜唔得，拜得。拜唔得，拜得，拜唔得。好啦，唔爱叫咧，就去拜唔得啦。哎，老二仲快咧。万岁，凤仪讲拜不得书，你就讲拜不得。志同啊，方一记唔地理，难道你也糊涂不成？恰生恩念不敌。哎呀，父王，今日讲唔行卷顺利，反正王爷欠打又叫他。嘛解呀？佢也咁大嗌方意呀？真系，哎呀，志同啊，万岁，你看那个驸马，真见啊，係不得了了，也咁大嗌嘅方意呀哈！你看那咧，佢啊，順風咁要爽fin啊，那係要輸爽，一天啊，愛將嘅驸馬殺了、斬了，抬我而出去。害我看來，驸馬當真打起了鳳儀來。鳳儀，你來，本門後看，我兒被驸馬打到馬街上。門後鳳儀要上去看馬街呢，門後嗌當然愛看啦。門後你鳳儀來。鳳儀真冇書上，哪個冇書上？哼！奉送家嘅兒兒，真強扮弄是非來了。萬歲，鳳儀根本就冇書上。啊！一時嚟上都冇啊！嘅鳳兒，你做乜嘅愛講你要上呢？父王，結果愛唔但槍打了我，佢還講他。天下眾人全都地，係幾個家兒爭吵。天公啊，你把了吧，江山啊，
严家做乜解爱提起古王的江山呢？父王，你可以心中思想，係你俩10萬里江山，本係先官一家留下來嘅，結果家怎了嘛嘅呢？鳳兒啊，你俩講法又差咯。父王啊，也10萬里嘅江山，本是人家國家汗馬功勞整來解。父王留你的母後，怎能安然接受啊？留下嘅，整來解。留下嘅，放下街，留下嘅，留下嘅，留下嘅。好，就是先官也留下街。萬歲，鳳兒講你10萬里江山，係先官也留下街，你就講留下街。愛見本日啊，看出你母嘅意思咯。看出哪個意思啊？你母唔兩人啊，打嘅係通通鼓，點嘅呀係順風氣。茶會很有不敵，只不過我已叫得很有勁啊！父王，請父王辭了驸馬，留你出去，你唔殺該，兒呀，我唔依。這啊。放天。